嗱，嚟到你離行地方，落到你參觀你啲都要好食要好飲。嗱，我都上到日嘅福音，這裡嘅羅馬書14、17按樣人講到，上帝嘅結唔係講到食及飲嘅方面，但係就係講個真理、平安及喜樂在心靈當中。嗱，兄弟姊妹可能世間你喺度冇平安冇喜樂。嗱，我講兄弟姊妹啲，你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穌基督，佢能夠俾你喜樂及平安在心中裏邊。嗱，佢帶出個真理嘅路線，因為真理嘅路都係帶出個脫離，真理嘅路亦顯俾你個平安快樂，真理路亦顯帶出個勝利。所以食飲是由自家嘅靈，也是由食是由飲。自家嘅靈食飲啊嘅呢，都係上帝嘅範圍，所以不自家嘅靈食，不自家嘅靈嚟飲。嗱，所以先讓自家係簽呢個真理，在上帝嘅方面，簽到呢個真理，熱天自家得到平安，得到喜樂，得到快樂。打譬你喺度，熱天自家唔係驚對於熱切嘅問題，熱切嘅不適，熱切嘅煩惱，因為到一個能夠大家脫離熱切呢個痛苦嘅方面。Amin.